各位万声里的里面，大家好，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咧务，今日阁是读册会吼，嘿，咱要讲一本册呢，因为咱读册会拄啊读煞，嘿，毋过我感觉含最近的即个情势呢有小可接近，所以讲想讲来讨论啊，嘿，吼，即是即本小烫烫的即本册，嘛是嘿，即本册嘛是，毋知是今年还旧年才出版的，所以哦，真正是小烫烫。嘿嘿嘿，嘿，对，即本册呢叫做即个世界之时，世界之要，世界所时啦，吼。嘿嘿，我拄啊看着即本册的时阵就小可好现啊，想要知影嗯，讲，因为即本册伊咧讲吼，即个波兰含即个台湾有啥物关系？伊咧讲，诶、因为伊即本册介绍咧讲，波兰有足济即个地名叫做台湾的所在。嘿嘿嘿嘿，啊，其实呢，我来英国进前是对即个 Poland 是完全无了解的。我嗯，来英国对即个 Poland 的第一印象其实介无好的，因哦，为阮翁伊的前伊的前女朋友是 Poland 的是 Polish，所以因为我是无看过，毋过我听阮翁咧甲嘿，形容，感觉是一个足神经过敏、足够嘿，起即个恐慌的人。嘿嘿，所以呢，而且阮翁讲因全家拢足奇怪的，嘿，伊回去讲的逐项拢足歹，佫讲因为因 Poland 是即个天主教的保守国家，所以嘿，因足介意因足介意 kinky sex，就是咧行房的时阵嘿，足介意变鬼变怪的，对啊，嘿，哦，嘿，嘿，而且迄当阵，我含阮翁住做伙时阵，有一个做伙睡厝的一个 housemate，伊嘿，嘛是 Polish，伊嘿，就足针对我的，嘿，因为我感觉伊可能我感觉伊可能有介意阮翁，哦，对，原来是安尼，对，伊嘛是小可奇怪嘿嘿嘿，，anyway 就足济故事的，嘿嘿，所以伊嘛是就是会对我开一寡种族歧视的笑话。嗯，所以迄当阵我对因的印象真正毋是足好诶，嘿嘿嘿嘿，而且我有一寡迄个捷克，就是 捷嘿，克诶朋友吼，嗯哼，因看袂起 Polish，因对因来讲啊嘿，，Made in Poland 就是波兰制造，嘿，含中国制造对咱诶意思是共款诶，嘿嘿嘿，嘿嘿嘿，就是就是有咧讲意思，就是品质无好啊，学历无济的意思。嘿嘿嘿，啊，有伫英国遮有当时有一寡 Polish 因会开即个细间的超市，卖一寡嘿，波兰的即个烟尘啊，啥物货，因拢袂嘿，写 Polish supermarket，因会写欧洲超市，安尼才袂互人哦，感觉印象无哦，好。因为安尼哦，嘿，对，哦，我这是才知影，这是阮翁咧摇的啦，哦，对啊。好好好，嘿，嗯，而且英国其实足侪 Polish 来做一寡较劳工诶工课啊，像嘿对，是伫工厂轮班嘛、清洁啊、灶嗯，骹啊，嗯嗯，也是讲做工啊、做土水啊，也是农场，就是就像迄台湾人会去找印尼啊，也是即个越南诶劳工来斗甲本地人斗相共，做一寡本地人无想要做诶粗重诶工课。嘿，趣味诶是讲，遮个工课其实早期拢是即个葡萄牙是西班牙诶人伫做，最嗯哼哼，近10当换流行，即个东欧诶人来，就变做葡萄牙诶人去歧视东欧诶人啊，嗯，哼哼哼哼，对啊。毋过其实我对Polish 诶印象有变啊较好，因为后来阮兜上爱用诶即个做工诶人是含即个清洁拢是 Polish，因嗯，佫骨力佫顶前，啊嗯。毋过因足俗诶，我定定拢足想要甲因加薪水诶。哈哈哈哈是哦。其实我甲你共款对波兰完全无了解，是来遮做工课诶时阵，第一份工课诶经历是波兰人，嗯煞来就开始有熟悉较济波兰诶朋友。毋过我对伊印象甲你无共是，呃
我对因的印象算是袂歹，因为因就是嗯嗯嗯足好客嘛，你若出去的时嗯嗯阵，因做啉酒酒量足好啊，伊大概会嗯嗯甲波兰的朋友出去的话，因甲台湾人共款，拢会手要付酒钱。嗯嗯嘿嗯嘿，毋过像你讲的，因就是对因的工课足认真，袂受其他较南欧国家的人共款的线线，对，嘿，所以啊若对因的印英国象较好。对，啊若英嗯。国诶可能就5个有3个袂出现，对。其中一个袂出现的可能是我经理。嗯，对啊，所以嗯，我感觉其实我对波兰的印象就是看即本册讲了就成，嗯，就是毋是讲了就成，就是足像诶波兰人早期对台湾的印象共嘿，有小可要共，就是感觉嗯，台湾嘛是足散家足乱安尼，哦，好好好对。好好，嗯，我即摆佫想要讲一个足趣味诶代志哦，就好，是知影咱台湾人也是亚洲人嘛，嘿，亚洲诶女性若去交着其他种族诶查甫囡仔，比如嘿，讲，尤其是白人还是黑人，拢会嘿，互因本地诶，比如讲台湾诶查某囡仔去交着白人，拢会互人讲你食迄个外国烟尘嘛，对毋对？嘿嘿嘿，嘿，会互口对对对，舌啊。对，啊，伫波兰哦，其实有小可类似诶现象，哦，真的？就是对，因为阮翁是英国人嘛，因之嘿，前交迄个波兰女朋友啊，嘿嘿，伊会讲因女朋友转去波兰来，互人波兰诶查某人口舌讲伊交英国人，哦，是哦，嘿，对，个我感觉足趣味诶，毋过明明因拢是白人，对会咱来讲定诶，惯诶，对啊。毋过我感觉可能是就是即个，歧视的即个阶层啊，嗯，虽然是伫白人内底嘛是有分站的啦，对对对对对，对，啊，毋过嗯是嘿，对啊，嗯，对啊，所以讲倒来即本册吼，嘿，即本册一开始问的即个问题就出自于的，因为伊就是伫波兰发现有足侪所在互叫做台湾嘛，嘿，伊即个所在可能是一个区、一个岛，一间工厂，无就一间店，有当时叫台湾，有时仔佫叫 Formosa，嘿，伊就感觉足好现啊，讲是安那呢？我感觉所以伊就开始去揣，我感觉伊规本册伊想要讲诶，除了是去应即个问题了以外，去回嗯答即个问题以外，伊嗯，就是想要为即个波兰诶角度来看台湾，看嘿，台湾为波兰人诶目睭看出去是啥物款诶一个所在啊。嗯因诶即个看法呢，为17世纪到战后了后，佫安怎样来去改变？嗯嗯嗯，较早期诶部分就是17至19世纪迄个时阵啊，资料有较少，嘿，所以因为大部分是看来过诶人诶出版品来去对，对资料，嘿，去比对迄当阵波兰国内家己诶状况，去解剖讲是安那因当初是会安那看，嗯，会安尼解读。嗯哼哼，其实伊一篇一篇就像迄 blog 安尼嗯写者足济，嘿。嗯啊，介意历史诶即个大细项代志诶朋友可能会介意啊。嗯，所以我就无一个介绍嘿，留互逐个去读。嘿嘿，毋过我想讲，咱会当提出对即本册内底内容印象较深诶部分来做讨论。嗯哼，对，我上有印象的部分啊，就是有几个头一个就是即个赶流行即件代志啊，嘿，就是咧讲17世纪到20世纪初即个时阵啊，就是即个中间啊，就是欧洲人想要入去台湾诶几个时期，嗯，甚至是20世纪初啊，伊战了后，本来占领波兰诶即个国家战败啊，所嘿，以波兰伊就建立伊家己诶国家，嘿，就开始有能力想要对即个事件，嘿，所以伊竟然就想要来殖民台湾。所以迄当阵因有即个想法，所以迄嘿，当阵因咧定定报纸就报讲日本呢是安怎管理台湾，安怎殖嘿，民，嘿，就是为着要研究即件代志，哼哼吼。哼，啊毋过有趣味诶代志是二战了后呢，因变共产国家嘛。嘿，
伊就开始甲日本人当做歹人哦，进前佫甲日本人当做因诶一个会当去学诶一个样，即对，摆甲日本人变他歹人啊。啊，当然呢，即个蒋介石嘛是歹人啊。嗯，啊，台湾就变做迄个食树皮、就散食、就退步诶，需要人来解救咱诶，伫即个水深火热之中诶所在啊，嘿，嘿啊。啊，所以我就感觉讲，若准讲咱二战了后，你若想要做一个足强诶国家，就是爱发展核子武器，核子武器。伫即个17到20世纪初，想要做一个足强诶国家，就是爱有殖民地。嘿，嘿，就想要啊，若是对啊，就想要即马你若是要做一个我毋知，就对时行诶人，你着爱有一个古迹吧迄款感觉。啊无就是 Apple phone 即款，对对对对对对，真正会知我无迄支手机啊，因为我讲 Apple phone，我毋是讲 iPhone。啊，对，好笑死，嗯，对啊。啊，第二个我感觉有较印象，就是即个岛树莲啊的概嘿，念出现啊。哼哼哼，中文叫岛链啊，我嗯，大概讲岛链，我就想到岛链啊，卤豆链，卤肉内底讲拢卤豆链，岛链岛链台湾要求高，岛链出事，岛链啥物代志会互人摕去卤，嗯，啊，对啊，讲到这吼，即个岛树链啊，是即个概念呢，嘿，原来是伫日本时代就有开始啊呢。嗯，啊，迄当阵嘛是有人讲即个若是远东吼，就是Far East 有代志，全世界有代志。所以哦，迄当阵就是有即个概念啊，嗯。对啊。所迄以当阵迄个概念应嗯该嘛是日本时代，就是世界去战嘛有关系吧？嗯，对啊对啊。嗯，应该讲逐个开始经过即地啦，啊，就开始发现讲哦，即地真正有迄个伊诶地理真正是足重要诶安尼。哦，嘿啊，嘿嘿嘿，逐个就开始想要抢即地诶即个所有诶岛啊，嘿嘿嘿嘿，对。对，啊，煞来了呢，就是在讲即个，含共产党好还是毋好，哦，人讲嘿，出无共版本啊。嘿，对对就是对，你若是亲共产党，含反对共产党，因咧讲诶即个台湾诶故事，会有无共诶版本的。其实就嗯，亲像咧冷战诶时期诶台湾含中国啊，蒋介石会讲即个大陆是即个沦陷区嘛。嘿嘿，对会讲即个大陆同胞无物件食，拢咧枵巴肚、食树皮啊。对，啊，毋过共一个时间，即个中国共产党也是安尼讲台湾啊。嘿，啊，其实可能对啊，是毋是可能事实真正食就无拢树皮的是中国共产党。咱是安尼感觉对啊。啊，毋过嘿嘿因真正是有较惨啊，因为迄个嘿，文化大革命嘛，嘿，对啊，真的，嘿嘿嘿嘿，对。啊，毋过就是讲即个统治者伊为着要控制人民的想法啦，甚至想要带领一个即个概念啊，伊就会用伊家己的故事去改变人的想法啦。嗯，对嘿，对，波兰嘛共款啊，伊嗯，去战后变做即个共产党去执政嘛，所对，以伊若讲着即个蒋介石，就讲伊是歹人啊。嘿，啊，讲台湾的状况就歹啊，就是嗯，散食啊，就是乱啊。啊，毋嗯，过迄个时阵，逃亡去伦敦的即个波兰的即个反共产党的势力呢，因就会讲倒兵的故事。嗯。啊，毋过问题是讲，因无论是对一边讲的故事，拢无人去要伊即个228的时阵，蒋介石伫台湾杀偌济人，嗯，对，我因拢袂其实，去讲着，对。嘿，因为你看即部分的时候，我感觉讲，因为蒋介石甲迄落伫历史的地位算是差不多的嘛。嗯，对，我感觉为虾米大家较知影伊迫害就是犹太人，啊，毋过嗯。就少人知影伊吧，是因为咱是因为伫台湾的关系啊，所以无甲即个事件传出去吗？还是
其实迄个事情是有传出去的，而且我感觉甚至啊，嘿，甚至有可能迄当阵的代志发生啊，是嘿，为外国传倒来台湾，因为迄当阵政府就是封锁消息嘛，对，对，所以我感觉毋是无传出去，只不过是嗯，迄个消息敢有倒来台湾。对啊，我感觉就是即个亲共产党含反对共产党这无共故事的即个代志，嘛是咧对，甲咱提醒讲，嗯，有当时啊对即款古一个版本，或是讲两个相倒变的即个版本的故事，爱足细致的，哦，好好因为好，无论是对一款人，世界毋是敢若只有 yes or no 遮尔简单的嗯，代志，真的真对，的，系啊，我感觉咱即几本读的历史拢是伫讲这，就是对，世界真正毋是干那 yes or no 这简单。嗯，嗯对啊。其实老实讲，我无足认真读即本册。毋过册中我上有印象的一句话，就是伫第一章有讲着的，就是无啥物人伫问台湾人的认同，只是着机嗯去定义台湾人是啥。啊，这是为17世纪甲20世纪几百年来拢无变的。嗯嗯嘿。嗯嗯啊，因为伫读即本册的时阵，其实我会当理解讲，即个作者想要表达的物件，因为咱伫国际上就是做到会互甲中国囥做伙讲嘛，嗯嗯嗯对。嗯啊，因为内底地讲着讲其他国家对咱的印象，就是较文明的中国，嗯较自由的中国。我真正是读甲真正有点无欢喜，可知有点袂爽。嗯，就是我无对啊，想要互叫做啥物文明的中国，还是自由的中国，我就想要叫，就是想要台湾互叫台湾安尼尔。嗯系啊。啊，所以就是讲，今仔日上班时阵啊，有一位乌子伞来甲我照面嘛。啊，我讲哦，嗯，啊，放伫遐，你会当家摕去用。啊，伊就对我笑，伊讲吼，谢谢。伊讲迄谢谢时阵，我差点讲你是靠背尔。我毋讲你甲你无咧，变错，伊就直接讲谢谢，就是系啊。哦，我有忍落来，我有忍落来，我无讲你是靠，我是讲吼，我反正我啥物拢无讲，我是对伊笑。啊，伊可能感觉为什物我啥物拢无讲，啊，就一直甲我讲谢谢。哦，系啊，因为是我嘛是足讨厌，对啊，足讨厌对啊，即款诶。嗯，啊，即本册吼煞尾的所在啊，即个嘿，作者有建议甲大家讲诶，咱爱建立台湾家己诶故事啊，啊，嗯，甲伊对外口诶人讲台湾诶故事，台湾人家己诶版本。对，所以遮我就一寡想法啦。嗯，第一就是其实我嘛是想讲，顶一迄个英国咧吼，咱对，顶一集咱来讲，咱一个国家爱找着对诶定位，啊，即个是对内部诶。啊，嗯，这对台湾嘛是足重要的，就是咱台湾找着家己伫世界上诶即个定位是对，伫倒位，对，咱诶位置伫倒位。即本册呢，伊咧讲即个台湾诶故事，伊这是对外口诶嘛是足嘿，重要，对，尤其是对咱即款定咧建立主体性诶所在来讲，更加诶重要。嗯，咱需要主动去调整别人对咱诶看法，对，啊，安尼咱才会去互人囥伫咱希望诶迄个所在。嘿，嘿，对，嗯这是嗯嗯，叫嘿，这对一个诶，这是安怎对台湾重要？因为咱是住伫即个帝国诶厝边啊，对，而且这个帝国是一直想要扩张、侵略诶即个帝国，对，所以这对咱来讲更加重要，因为这嗯，是咱安心诶即个武器。对，对，啊，第二个是我感觉其实台湾人建立家己的故事，其实毋是足久以前的代志呢。我伊感觉一直是拢有，只是有人去重视无。对，只是嗯，伊感觉，对，而且甚至是有一段时间，足久的时间是咱一直咧讲别人的故事，哦，对，光阴的哦，故事，哈，对，啊，对，所以，就是咱一直咧 cosplay 中国人诶。对。
对啊，毋过我感觉毋是咱伫 cosplay 中国人，是遐诶人伫 cosplay 中国人。遐诶人，毋过因嘛逼咱去 cosplay 啊，对啊，嘛是啊，对对对。对啊，所以对我来讲啊，就是我即缘诶人啊，嘿，开始台湾人建立家己诶故事，真正是无足久以前诶，我甚至感觉无。对啊，最近即个文学界搁咧查啥物是台湾文学。哦，啊，嘿，艺术界咧查讲啥物是台湾诶美学、嗯台湾美学，迄拢嗯是我感觉，可能是40、50最近40、50诶代志，就是可嗯能80年代、90年代迄个乡土论战诶时阵开始出来。嗯，毋过重点是，就是遮诶，即个故事啊，也是讲所有诶建立讲啥物是台湾文学，也是讲咧查讲啥物是台湾美学，这拢毋是自然诶生出来，拢是爱靠逐个人去探索迄个边，迄个边伫倒位啊，迄条嗯线伫倒位，啥物是，啥物毋是，对，啊去甲建立出来诶。嗯，啊，所以我会想讲，其实咱伫读册话诶时阵，有一个读册伴着讲，逐个是安怎去介绍台湾？嘿，对，啊，我就想，我想，我就甲因讲，其实一般我若惊若只有1分钟诶时阵，嘿，时间会当介绍诶时阵，我就讲台湾第一嘛，就是桃园种族嘛，嘿，啊，搁有足侪语言诶啊，即嘿，款诶，哦，嘿，毋过其实时间无济，你会当讲诶真正无济真啦。诶真诶，毋过我会感觉讲，即个台湾诶故事啊，因为是台湾种族，所以伊可能就毋是古一款讲法，对对，袂毋领一款啊。嘿，我看着台湾坎住伫台东诶原住民看着台湾，可能是完全无共诶。对都市对对，诶，住伫庄脚诶，住伫山区诶，拢会嗯无共诶看法，嘿。嗯，啊，徛伫即个行销诶角度啊，嘿，我感觉若是要讲一个台湾诶故事，可能爱看对方诶兴趣是啥。啊，哈伊若是哈，要介绍台湾，爱看对方诶兴趣是啥。对比如讲，即个台湾诶即个殖民诶历史，对有互人殖民过，即个族群讲，因较有法度共心嘛，对，因较有法度去体会，嘿，嘿。啊，毋过嗯，你若是爱看对方诶兴趣，啊，讲出对方有兴趣诶物件，你着可能爱去收集足侪即个历史诶小知识啊，真诶，对。嘿，啊，另外一个我感觉是即个文化诶转译啊，嗯，文化转移啊，即个我感觉韩国因做了就好，就是互无共文化背景诶人，甲即个文化故事诶展现成哦，徛伫因诶角度，因嘛来看有诶，哦，对啊。你这样做厉像即摆害欸，对啊，像即摆逐个已经知影讲，若是少年人对较较长辈诶人，着爱用敬词嘛。对啊，就讲女若就是少年诶查甫咧叫较大汉诶女性嘛，对这逐个因差不多可能全世界拢差不多要知影，对对对，对。现啊，在应该叫欧因就是巴吧？对，大家拢伫叫欧巴。对，对啊。嘿，啊我感觉像毋过伫台湾，像咱进前诶来宾啊，即个翠花手冠文啊，也是嗯，讲即个拍电影诶即个导演Avi 啊，伊就是因拢是用家己诶方式，堪家己诶生活经验去讲台湾诶故事，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好诶一个方式，对。我个会收即一寡迄个啥 fun fact，就嘿，是趣味诶小知识，嘿嘿，当含逐个，就是讲较轻松诶场面啊，会当摕出来甲逐个讲，好好好就是好好，对啊，这是我介绍台湾诶方式。嗯，毋过就是遮足细腻诶啦，就是咧讲台湾诶代志，足细腻，莫讲着即个大中国史观迄款故事。我想感觉像我即款毋是走爱读册的嘛袂歹，因为要甲大中国史馆读哩，所以袂讲着遮的。毋过我感觉有一寡代志是
你袂发觉的呢。比如讲，当时啊，你甲台湾味掺染一寡英国的味，啊，你会讲中西合并袂？袂啊。你别讲中西合璧哦。我看我定下就看就侪人咧讲中西合璧，我是中你老母啊。为什么是中西啊？是台湾的，那是中西。对啊，啊，佫有比如讲有一寡人伊伫英国要庆祝即个五月节嘛，嘿，就会去讲即个屈原的故事啊。嘿，我感觉这个成着嗯，这着这嘛是，就是你若无去读过即款民俗去研究的物件，嗯，你着去踏入去国民党教你的故事啊。对啊，所以哦，我就会感觉讲，这就是爱出世意。所以是安那迄当时我想要伫英国做即个台湾日的即个台湾 Festival 即款活动，就是嗯，我想要甲我的即款的故事去抢迄个市场就对啊。嘿嘿嘿嘿，我莫迄款办啥物台湾的啥物文化节，啊，竟然拢讲中国的故事，我无爱。哦，我知，我你知，就是知影吼？嘿，有的人就是讲，哦，伫庆祝过新年，结果穿叫啥物旗袍即款的，对啊，出嘿，来就讲年兽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对啊。佫有一个讲，哎呀，咱会当请阿妹来唱歌，我想讲你是有300万通烧哦，白痴，甲你家产先摕出来。对啊，毋过我当时我感觉迄当时其实我无读足济册，毋过我迄当时就有一个灵感，就是我无爱即个场面完全拢是华语，所以我请的人拢是用族语去对，创作的。嘿嘿嘿嘿对，嘿，我讲，我感觉我感觉迄就是我开始咧建立我家己个版本的台湾的故事啊。嗯，对，所以对，我开始建立家己版本的即个台湾的故事了后，我就豆豆仔开始感觉讲，对，台湾会当有故事。对，毋过我有当讲出一套台湾的故事，我嘛有即个故事的概念。毋过我去台湾无共所在佚佗的时阵，是我发讲，我无即个地方的故事诶。哦，比如讲有一摆我去高雄的即个金马宾馆看一个展览，嘿，伊伫即个寿山的山骹，迄个嘿嘿，当阵有一个历史足好的博士甲阮做伙去，伊就比一条路甲我讲，当初是即个彭孟起彭孟起伊的即个军队就是为遐落来扫射即个高雄人诶。嘿，我感觉足嗯，见效诶呢，我想嗯，讲。阮阿公是蛤蟆青诶人诶，嘿嘿就是嘿，寿山骹遐，阮对对对阿母是盐埕埔诶大汉诶，对，我是高雄人，毋过即段历史是一个台南人甲我讲诶。嗯，对，就是我嗯，欠看迄嗯嗯，个地方诶故事哦啊。哦哦，我知，定定我去一寡英国诶小镇耍啊，我讲足侪小镇拢有即个博物馆，还是嘿，一寡牌啊，会去写伊嗯哼哼，即个小镇诶历史。对对，你有介意迄个英国拢有一个蓝色诶圆形诶牌啊无？嘿，有当时因为就是一个路边一间厝，伊面顶就有迄挂一个蓝色的圆形的牌仔，就讲这进前有啥物人住过，还是讲哦，好好几好好，几当进前才发生啥物代志。哦，对对对对我感对，觉因拢有去建立家己地区的故事。嗯你安尼你毋若是会当发展观光，你地区内底住诶人会对即个所在更加有认同感，因为我知嗯，影你诶故事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嗯，来算过的人对即个所在的人捌，迄个形象、迄个样嘛会较立体、较活跳跳。嗯嗯。毋过我感觉正是有愈来愈侪诶少年人会转去因诶故乡，为家己诶故乡做代志，就是阮关嗯庙嗯嗯，有关庙文书工作室，嗯还有关嗯嗯嗯嗯，庙青，关庙青就是青是青少年诶青，嗯嗯嗯嘿，嗯，因会办活动互在地人做交流，熟悉更加熟悉家己住诶所在，像因进前阮
其实关庙以前有一个戏院，嗯，毋过已经荒废啊，所以因进前嘛有伫遐办活动，互人知影讲迄以前迄个所在是逐个伫看电影诶所在安尼。我感觉想这着嗯，足有意义啊。对啊，嗯，足赞诶，对。对啊，我想诶，咱之前讲家己诶迄集哦，对对对对对。感想，对，我感觉真正是对即个方向是对诶，真诶真诶。对。嗯。对啊，啊，来讲倒来即个，因为即本册有煞尾嘛，伊嘛有讲对。着即个逐个爱做即个公民外交啊，就是讲咱袂当惊若靠政府去做外交啊，其实咱逐个啊，讲着一个就是做一个台湾人真正无法度分担啊，就是感觉吼足忝诶呢，嘿，对啊，伊就讲咱逐个人都爱去做即个公民外交啊。嗯哼哼。逐个拢去嘿啊，去牵人外口诶人搬烂啊，去甲台湾诶故事讲出去啊，去甲台湾推送出去，嘿。对啊。啊，所以你有做过啥物公民外交无？我做讲袂好讲，都网络谈恋爱，哦，是哦，互因来台湾佚佗，甲因啊，声来台湾，互因来台湾佚佗。你敢有介绍足济？嗯嗯，这咱就嗯，莫讲偌济。毋通，我是讲外交部是毋是会当排一个片互你？是毋免啦。我进前就是会想要互朋友了解咱台湾的定位嘛，就是嗯哼哼，认真咧讲，就是国民党来台历史，会想要按遮设立，互因知影咱甲中国无关系。嗯，啊，毋过对，我感觉我讲到喙甲全破，因若 they don't care。嘿。嗯，所以我就开始对啊，以遮的啊，啊搁台湾有足济山嘛，无一个所在应该有百几粒山是3000公尺以上，嘿。对，啊，搁足臭屁的讲台湾拢是百灵果。以上，嘿，对，以上至少至百少对。灵果，啊，迄其他对。无百灵果我就毋知影。爱加油呢。嘿，真的。对啊，我也感觉因为拄则来讲着行销即件代志嘛，对。我就感觉即个英国人，因拢嘿。无要因无why do I have to care？好好好好好好好对啊，啊，我当时因为我迄当阵咧推测台湾的时阵，我会想讲，对啊，我若英国人，我迄当阵咧办遐台湾活动，是定定感觉讲，其实感觉78%的人拢是台湾人，啊无就是台湾人的朋友，哼哼。敢拢杀袂出伊家己的迄个腔啊。嘿。啊，毋过我会家己问家己讲，啊，毋过我若英国人，我是安那着爱晓伊即件代志，我是安那着爱知影台湾文化是啥。嗯。啊，我感觉嘛是有道理呢。啊，毋过所以我后来才开始发现讲，诶，是毋是就是爱为议题，就是意思讲是对方有兴趣的代志，对开始去对对做即个对。对，通常拢去做是安尼。做即个开始，对嗯啊。嗯。对啊，啊，毋过我有做一寡无共诶，伫英国时有做一寡较有效诶啦。嘿。比如讲之前有一个即个童军团啊，因嗯。都因来找我诶，邀请阮去介绍台湾。好啊，因好好。为因因就是一寡迄落类似迄落青少年啊，嘿。吼，啊，着逐礼拜会有聚会一届嘛，啊，着逐嗯哼。个拢做无共诶代志，所以因着邀请咱去甲因等于算讲是有安尼，因即礼拜着有一个节目啊。嗯哼哼。啊，所以我就写一寡，我主要就是用问一寡问题啊，嘿。就是用我讲的迄个 fun fact，互因嗯哼哼。去了解讲，台湾到底是啥货，啊，嘛需要对英国诶文化有一寡了解，所以爱当用小可安尼相比诶方式去嗯。甲因讲，啊，你看英国逐个人拢讲英语嘛，啊，毋过嗯。台湾咱有遮济语，啊，也是讲我袂记我讲啥，啊，回定就是用问问题的方式，互迄个囡仔会较
会当较 engage 安尼。嘿嘿，啊了搁爱传物件互因试食看觅，我传迄哦个麻油面线，哦，逐个食哦，啊足欢喜的呢。嘿，对，啊，我哦，搁传一因会甲因食个，晓，因知影麻油面线，因因袂感觉当然嘛毋知迄啊。无啦，我是讲啊，毋过因袂因迄味因袂惊，嘛算是会买呢，因着感觉足芳的呢，哦，哼哼哼因食足哼哼，济呢。啊，毋哼哼哼，知是毋是少年人足枵枵的，所以拢食了了。输了了，我搁去撒第二批呢。哇，对啊，啊，我去撒迄落3杯即个猪血粿，炒3杯猪血粿，好好好互因食。好好，这是较趣味啊，因为因看着迄乌乌会惊嘛，所以我来互因约讲迄是啥货。嘿，迄嘛是一个用即较趣味的方式去介绍啊。啊，啊，毋还有过因遮嘛有 blood 嗯，pudding，毋是嘛，乌乌嘛，对对，啊，所以因嗯哼迄伊嘛食个足欢喜哼，诶。哼哼哼，对，啊，最后一个是蚵药啊，嘿，蚵药我感觉嘛是有足有台湾特色诶一个物哦件。哦吼，真正敢若台对湾有尔，对，啊，佫足好准备诶。对，对啊，无我进前嘛会去一寡即个 festival 做志工啊，看是嘿，迄个秘鲁节啊，还是讲迄哦，个 对，jazz festival 啊。哼哼，恁因为你去遐做志工，因就感觉讲啊，哦，你安尼足合拍呢，你嗯，足敖诶呢，你哪会晓来遮？你嘿嘿，是为倒位来啊？哦，嗯，台湾人哦，原来台湾诶人拢足酷诶安尼。嘿嘿，对啊，这嘛是一款诶国民外交啊。啊无嗯，就是习俗是我拢去参加一寡同学诶即个跳舞含啉酒诶 party，因为其嘿，他诶中国人拢袂去，哦，因伤避暑袂跳舞。啊，而且中国人拢伤有钱，拢去唱迄个 KTV 啊，嘿，诶暂停，甲迄歌有够暂停哦，伫遐拍18斗啊。我想讲，这啥时间的呢？你要拍真18斗的，啊，转去厝诶拍好无？甲我我十八斗，歌开，我我会十八斗，生气。我毋是你大肠圆称的时阵你用的吗？呃，对啊，啊，毋过我感觉对啊，因为为一开始差不多2016年诶时阵，迄当时开始想要推崇台湾，互逐个看着台湾。嗯，啊了，过2、3冬啊，开始感觉需要互家己诶即个知识补较足诶，就开嗯，始较定落来啊。嘿嘿，啊，毋过即摆佫开始感觉情势感觉佫足紧张，开始需要开始去交朋友啊，哦，吼。你会感觉袂？对啊，诶，其实我感觉我无遐紧张咧。其实我感觉我心足大，就是哦，因为我感觉这样是就是逐个的意识拢有起来啊，所以我无甲足紧张，因为就是认真做你这样是你做的代志，然后互逐个知嗯，影，认真互世界知影讲咱无甲国民党徛做伙，无甲中共徛做伙，所以我感觉我无足紧张。嗯，嗯，嘛是袂歹啦，对啊，重点就是逐个爱做好家己，诶，先甲家己照顾好势，对对对对，就是安尼。对啊，嗯对啊。啊，其实我感觉伫外国遮济冬啊，其实有当时会当感觉讲，嗯，台湾人真正有一款骄傲啊，就是会啊，就想要互世界看到即个骄傲。嗯啊嘛是，毋过讲着即摆诶情势，佫感觉讲，介绍咱真正需要互逐个看着。毋过我感觉就是其实中可能有一条线啊，逐个就是可能爱，毋是讲逐个啦，就是包括我啊，就是爱小可窒一下，有像我伤拼诶一款足 desperate 足嗯哼哼，焦躁迄个感觉。哦哦哦啊，世界哦，拢要去画台湾 No.1，对，哦，互人感觉你是毋是走投无路？我这因为就是咱读遮济本册落来，我感觉咱台湾诶情形佫比足济国家好足济啊。对啦，因为对，嘿啦，真诶，所以我毋知呢，我感觉就是逐个做好家己，这是你认真做诶代志，家己顾好。对啦，所以我感觉逐个就是先甲家己照顾好势，啊，甲对，家己生活顾好势，做嗯，一个好人伫海外。
真诶，对台湾来讲，就上好宣传。无错。对啊，若是大家真正是足有气力，想要为台湾做一寡代志，我感觉大家为你的兴趣去出发，无错。会是上较简单，嘛是会较有法度事倍功半的即个方式。嗯对，嗯对啊，我感觉即本册我上喜欢的部分，就是最后迄个煞尾的所在的结论啦。我感觉即个作者伊嘛是会足拼命咧，推销台湾真的，诶真诶，用伊的方式，对。嘿，所以，大家若是有兴趣要知影讲波兰因对台湾的看法，为即个17世纪开始，一直到即个时阵，咱含即个东欧之间的即个贸易啊，也是即个中交叉的即个历史的话，会当来看一本册安尼。因真正有足侪 detail 的，大家爱注意哦。对对好，对，好，安尼就讲到遮，安尼就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百事再来好地位，游啊清芳过一阵，青菜水果青。人来对落水溪，参农民徛同齐哦。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溪，请人客上生气的土地。游啊清芳过一阵，青菜水果青。